主后2024年5月12日，萨利教会主日礼拜。弟兄，咱来听读圣经列王记下卷第4章第1节到第7节。有一个先知的学生的某对伊丽莎哀求讲：“你的仆人，我的丈夫已经死。你知伊是敬畏上主的人，当祭主来要掠我2个囝去做奴隶。”伊丽莎问伊讲：“你爱我甲你做甚物？你甲我讲，你厝内有甚物？”伊讲：“你的女婢厝内剩一瓣油，以外逐项拢无。”伊丽莎讲：“你去甲厝边借空的器具，哪济哪好。然后入去厝内，关门，甲你遐个囝踮内面，添油伫所有的器具添满的下一边。妇人人转去，关门，甲伊遐个囝踮内面，囝带器具来互伊，伊就添油。遐个器具拢添满，伊甲伊的囝讲，搁摕器具来互我囝讲，已经无器具啦，油就无搁流出来。妇人人去甲上帝中央的人报告，伊就对妇人人讲：“你去卖油来行祭，所剩的你甲你的囝通度我。”列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列王记下卷第1章第1节讲：亚死了，摩押背叛以色列。故事接续到第3章，摩押背叛以色列，经过差不多14年，以色列国甲犹大国还保持着友好同盟的关系。伫过去，以色列还管辖摩押的时，摩押必须每年向以色列进贡10万只的羊仔甲10万只牛犅、绵犅的毛。自从摩押独立以后，以色列就损失这个贡品的收入。搁摩押夹伫以色列甲叙利亚的中间，若摩押互叙利亚买收去，也是并吞，以色列就爱搁面临叙利亚这个大敌，因为亚哈王就是死伫甲叙利亚的对战中间。咱伫今仔日读圣经听讲道的进度是列王记下卷第3章到第4章。因为今仔日咱有要举行长职就任甲圣餐，所以我会用较简短来做内容的简介，其他请咱圣经家己看。伫分段的部分，第1段是第3章第1节到第8节，讲3个王拍1个王。以色列招犹大以及以东向摩押开战。以色列王约荷兰王要拍摩押人，伊先去找犹大王约沙法借兵，甲参详进攻的路线。犹大王建议讲对以东的旷野出发。迄时以东应该夭受犹大控制，所以因就搁联合以东王3国要拍1国，而且因是坐一大阵行7日的时间，才到摩押的边界。毋过军队甲精生毋但忝，而且伫遐无水通啉，所以袂尽拍，就差不多用要参输，情形危急。第2段是第3章9节到20节，先知以利沙
带来好消息。伫因用要陷入绝境的时，犹大王提议讲，通去找求先知来求问上主凶吉甲去路。以色列王建议找以利亚的传人以利沙，西王就做伙去见以利沙，结果以利沙祈求问上主的回答是因爱赶紧伫山谷逐所在来挖沟仔，而且上主要甲摩押人交点因的手，因会伫征战的中间得到大胜利。果然过转工早起，就水对以东流来，解决因无水通啉生死的难题。第三段是第3章21节到27节，三国联军打败摩押。摩押人因动员全国队老到少年，拢来防守边界。因队远远看见日头照伫水面，水泛红，掠做三国的联军起来乱互相相杀。因误判情势，就走去要抢战利品来捡便宜，无拍算，煞互三国的联军攻击追杀，沿路走，沿路逃，一直输一直败。逃到首都吉尼哈列瑟，摩押王本体要带700个兵冲出包围，也无才调。结果摩押王杀家己的大囝献祭，这代志吓惊遮的联军退兵，解除灭国的危机。27节讲有大受气临到以色列。即节的圣经无真好解说，伫遮也先人过。第4段是先知以利沙帮赞一个散赤的寡妇。第4章1节到7节。第4章起用先知以利沙做主角，继续讲以利沙所行的几件神迹。第4章的第1节到第7节讲以利沙帮赞一个困苦散赤、搁可怜的寡妇的家庭，用油生油的方式，互寡妇一家通卖油来行祭甲度活。这也互咱联想到先知以利亚早前帮赞撒勒法外邦的寡妇油盘的油，伫饥荒的3年，油拢用有剩的故事。第5段是第4章第1节到第10节，这讲一个思念的妇人人好款待以利沙。伫思念有一个好野人的家庭，因也是难得是敬畏上主的以色列人，因定定恭劳上帝的先知以利沙，伫因兜做伙食饭。后来甚至去一间客房，互以利沙通踮遐做专用的房间，通过暝也是休困。因真正好款待，也礼遇上帝的奴仆先知以利沙。第2段是第4章11节到37节，以利沙求神迹，互思念的妇人人生囝，以及互伊的囝对死搁活。以利沙为着要报答思念的妇人人的好款待，看因真正的需要是未生无囝，就为着
伊来求新约，妇人人就怀孕生囝。过以后有一日，囡仔雄雄看头壳疼真艰苦，就昏死去。妇人人就紧骑驴仔，大约行40公里路会远，到加密山找先知伊丽莎。伊丽莎到位发现囡仔已经死，伊甲上帝祈祷，囡仔有恢魂活起来。这嘛，互咱联想到以利亚夜捌，互撒利法赶赴的囝对死搁活的新约。第7小段是第4章380到44节，伊丽莎所行另外2个新约。这2个新约的故事拢发生伫先知学校也是先知团体的中间。头一个是先知学校的餐厅，因为挽着有毒的野鸡煮汤，结果食着的人拢食物中毒，害惨。伊丽莎用面粉舀伫汤内面来中和解毒，结果原本袂食得、爱摒掉的菜汤变甲会食得的物件。另外一个新约是伊丽莎将有人送予伊的20个大麦饼，慷慨摕出来奉献，甲大家分享。结果这一束的食物竟然饲饱成100人，阁有剩。两记下卷第3章到第4章，透过这，互咱通得到什么启示？头一项咧讲到新约，新约是展现上帝的主权甲能力，就是上帝的权能。两记下卷第3章到第4章，则连续讲几若个甲先知伊丽莎有关的新约。咱若按圣经来看，若上帝采用会行新约，依教的先知术士也会，亲像古代埃及法老的术士，也会变拐做蛇。伫新约最后所也甲咱讲，因为有一寡假基督甲假先知会出现，行新约奇事，哪会当连选民都要甲因卖血？着谨慎，我已经将一切拢甲恁讲啦。马可13章20到23节，所以咱毋免否定讲到底是毋是有新约，无新约。毋过着大声分辨新约甲奇事是毋是来自上帝的作为。记住，新约的展现是来自上帝的主权甲能力，这并无一定爱透过特定的人，也是物件，也是类似咒语的口诀。咱看伊丽莎派伊的仆人，也是伊的学生基合西，举一支管仔来大声放点伫囡仔的面，毋过囡仔并无动静，也无醒起来。另外，先知伊丽莎甲伊的仆人基合西讲：上主对我隐瞒即个代志，无先甲我讲。可见，施行新约是上帝的主权甲能力。第三，上帝会透过伊的采用，亲像是先知、使徒等等来施行新约。第二，对信主上帝人来讲，新约是平安甲救恩。以色列、犹太、以东三国拍摩押一国的时，上帝因为犹太王约沙法王的缘故，任命三国的联军，
但送因救命水，而且互因大败摩押人。上帝也怜悯救助先知学校散车的官妇一家，互因靠卖油、还清祭物，阁有剩通度日。上帝也互迄个听上帝甲听先知思念的官妇无囝得着囝，囝死去阁活。另外，也互先知学校的食物中毒通得着化解医治，袂食得的物件变诚多会食得，阁用少量的大麦饼饲饱诚百人。这在在拢咧讲，上帝施行新约，就是要互信伊的人得到平安，也得到救恩。第三，分享的喜乐是加倍的多。以色列人甲阿拉伯人因有好款待出外人好客传统的美德。阿伯拉罕招待出外人，结果是招待好款待上帝的天使。天使也有过90岁的撒拉会怀孕生囝。思念的妇人人接待好款待先知伊丽莎，也无囝得囝。伫旧约摩西的律法讲着好款待出外人。主耶稣伫马太福音第10章41节讲，接待先知做先知的，会得到先知应得的报赏；接纳义人做义人的，会得到义人应得的报赏。希伯来书13章第2节讲，就会记得好款待出外人，因为有人安尼做，无一定接待着天使。另外，第4章42节讲，有一人带20个大麦饼甲一袋新的麦穗，送互先知伊丽莎做礼物。毋过，伊丽莎将这物件奉献，互先知学校来加菜，结果少少的物件竟然会当饲饱诚百人，阁有剩。当咱若欢喜付出、分享的时，有互人的，上帝也要互咱，因为分享的喜乐要领受教业，阁有剩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即个主阮伫你面前献上感谢，伫今仔日是5月第2主日母亲节，阮也献上感谢你赏赐妈妈诚侪阮侪人生命的祝福。阮为着即个感恩，求你也看顾遐个妈妈夭折的，也互因会晓得来孝顺家己的父母，也看顾遐个妈妈无伫世间的，也互因记得妈妈在生一切的好，也伫遐个无家庭温暖、丧失老母的疼的，求你亲自来补满定伫因的生命的欠缺，互因也通透过上帝、透过其他的人来领受即个医治老母的疼。主阮伫你面前献上恳求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，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，代代无煞，阿免。